TVB 前配角演員鄧健泓已經同妻子石詠莉移民加拿大3年嘅時間。之前鄧健泓拍短視頻透露，自己心臟不適，出現咗絞痛症狀，引發外界唔少熱議。據鄧健泓透露，佢喺加拿大排隊就醫1個月嘅時間，先至終於睇到病，喺醫院接受咗各項身體檢查。甚至係插喉之後，又要等一段時間先至會出檢查結果。據悉，目前鄧健泓嘅身體報告出爐。之前佢一直擔心自己嘅心臟血管堵塞，害怕有心梗，但報告表示佢嘅血管暢通，心臟絞痛只係神經或者肌肉引發㗎。睇到自己嘅心臟正常，鄧健泓原作嘅大石頭終於落地。畢竟鄧健泓仲咁年輕，如果真係出現咗血管堵塞嘅情況，確實仲係相當令人頭痛。好在一切都算健康。移民加拿大嘅呢3年，同妻子石詠莉嘅生活並冇想象嘅咁愉快同輕鬆。到咗加拿大，夫妻倆基本算係放棄咗香港嘅演藝事業，可以話另起爐灶，重新出發。雖話鄧健泓同石詠莉都冇宣布退出娛樂圈，但如果有活動邀請兩人參加，佢哋仲要坐飛機回香港，確實好麻煩。不過鄧健泓偶爾亦都確實有回香港工作，睇嚟移民加拿大外界可能唔理解，但呢個係佢一直嘅心願。只係移民加拿大之後，夫妻兩個失業喺屋企，確實有啲唔妥。最後亦都希望鄧健泓保重身體，喺國外生活一切順利。